每日對住3200畝嘅高爾夫景觀跑步，係咪好正咧？梗係正啦。不過如果想喺香港揾個咁嘅景觀跑步，2個字，奢侈。項目配有中山首創嘅網紅粉色網球場、戶外嘅全齡段泳池、全齡段籃球場，交通層都唔會浪費。有繽紛兒童樂園、冥想瑜伽室等，可以話你想體驗嘅呢一度都有。呢個價位，呢個裝修，呢個景，我哋快啲去搶翻間先。Nice。建築是心靈的投影，理想的居所應當與內心的寧靜共鳴。深圳的繁華固然令人向往。作為深耕咗中山30幾年嘅開發商，我哋對中山同埋大灣區嘅地域文化、生活習慣同埋生活品味咧，都係比較了解嘅。咁我哋以此咧就作為設計嘅基礎依據，令到觀嶺嘅設計喺時尚之中咧，又有一份熟悉嘅親切。每日瞓醒第一眼就見到咁開揚嘅綠景，成個人即刻醒神晒。淨係呢個景都值翻1萬蚊一方啦！梗係啦，呢度係中山公認嘅景觀最靚嘅富豪區，而且咧將高爾夫球景盡收眼底，山脈水系環繞，唔單止景靚，空氣仲正啊！